因为凯凯的案件为了观测历代儿童应用论，本身担做妈妈的台南市议员林依婷，上午透过议会教育局的业务报告，一方面关心幼儿的相关资讯，包括扩增社区教保资源中心，提供亲子教育的资讯。另外，伫幼儿园甲托儿所的课早方面，嘛要求教育局要来落实，尤其伫去年的课早违规案件当中，竟然有一半是不当的管教。议员希望教育局要来要求幼儿园正式监视器。去年查了245所啦，那里面有32件的违规行为。有一半就是不当管教，所以去年就有达16件的不当管教，是你们教育局有去稽查出来，针对这通报之后去稽查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些资讯都有上网吗？基本上只要查证属实，然后依法要开罚的部分全部会公告，除了行为人，另外还有幼儿园负责人。学长，幼儿园是这样，负责人，就是说负责人。我知道，就是幼儿园是没有强制要装设监视器的嘛，它跟托婴中心不一样。目前是没有，不过我们是有要求，也鼓励。那鼓励的部分，当然他们如果有装设，我们有给他补助。如果要求的部分，比如说你有发生这个不当管教内同事件，接下来我就要求你要装设。是。尤其准公共来讲，它有中央的补助。对。我们就要求你用中央补助里面优先装设监视器。除了关心幼儿的教育，另外在本土语言的教育方面，议员李宗仁嘛希望争取增加台语的专任教师，甚至催生台语的实验小学。我希望的是有一个沉浸式，可以从国小1年级到国小6年级的沉浸式教学，让他们愿意，家长愿意，一般也好啊，一般这样一直往上升到国小6年级，家有这个需求，这个家长跟囡仔会当互因伫安尼的环境下，利用这个来努力，好无？对此，教育局长陈新辉回应，台语的专任教师今年初步规划会来开10名，等待外县市的调动以后，就会来确定。至于实验小学，目前新化的口碑国小有将西拉雅语甲台语来纳入。而且还佫有10几间的学校有沉浸式的台语融入，只要有学校提出，教育局拢会真支持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